你好，我是坤吉，欢迎收看成大医院电视健康讲座。根据国健署2020年公布癌症最新排名，乳癌已经是女性癌症第1名。更重要的警讯是，患者的年龄层逐年下探，让乳癌可以说是女性的头号杀手。所以很多女性常会担心说，我的乳房最近怪怪的，会不会是乳癌？那我们今天要锁定的部分就是乳头有分泌物，会是乳癌的前兆吗？希望给所有妇女朋友解惑，当然也包括关心的男性朋友。那在节目现场，我们要跟一起分享的是成大医院乳房外科罗如君医师，有请医师先跟观众问好。大家好，我是成大医院乳房外科罗如君医师。主持人好，欢迎罗医师哦。那就我了解，从这个乳房的纵切面来看，就好像是一棵倒生的树，那树根就是乳头哦，加上有乳腺的存在。我想除了怀孕、哺乳、分泌乳汁以外哦，那到底什么是这个乳头的分泌物？那么现在厘清乳晕跟乳头。其实如果有生过小孩的妇女，应该就知道说乳头上面其实大概有数十个开口啦。那乳汁通常会从这些开口流出来，所以所谓的乳头分泌物，其实就是从这些开口流出一些液体的东西。那所以像乳晕的部分，其实就是乳头外缘的那些有色素沉淀的部分。那如果病人来的时候跟我们说，他其实乳晕上面有分泌物，那个主要其实大部分比较常见是湿疹。了解。那个跟乳癌其实就没有什么直接的相关性，比较是皮肤的问题。是 OK，好，先做一个厘清哈。好，我想乳房就是这个女性的性征，本来就是分泌乳汁。那不过不是怀孕哺乳期，那乳头有分泌物算是很常见嘛？其实乳头分泌物这件事情，大概在我们门诊，其实大概是3大主要就诊的原因啦。是。除了就是比方说乳房有摸到肿块啊，或乳房疼痛，其实第3常见就是乳头有分泌物。是。那在乳房不适原因当中，这个分泌物的比例大概占多少？比例我觉得大概2-3成应该有哦。那其实算蛮多，对不对？对。好。那其实是有些女性就是原本觉得这个内衣内衬怎么是湿的哈，那可能是她觉得是运动流汗弄脏，不过之后明明就是没有运动，这个内衬还是很湿哦，才发现是这个乳头分泌物哦。当然比较心细的女性，她总是会觉得很紧张，一定会联想那是不是这个谁拍咪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重点就是乳头有分泌物是乳癌吗？那我们请医生谈谈造成这个乳头异常分泌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其实乳头有分泌物，当然我们会担心会不会是乳癌。不过其实一些良性的原因也蛮常见的，比方说你今天生完小孩，你会哺乳一些乳汁，所以当然如果你有分泌乳汁，这是蛮常见的。那另外比较常会在门诊发现的一些原因，就包括像如果有人有在使用一些就是精神科方面的用药，那也会。那如果比方说，如果像乳房以外的问题，像脑下垂体如果有长肿瘤，那也会啦。是。那如果像良性的肿瘤的话，乳房的部分大概像，如果你常听到像一些纤维囊肿啊，或乳突瘤，这方面大概是跟良性比较有关，而不是跟乳癌有关。所以其实真的跟乳癌有直接相关性，会影响到乳头有分泌物，其实没有那么常见的。可是说类似这个避孕药或是荷尔蒙药物，是不是也容易造成这样的分泌物？其实也不一定会直接的，比较常见其实还是精神科药物的部分。对，或者是一些胃肠药，其实也会。那在年龄上面有没有特别的，比如说他是年龄比较长或者什么样才有可能？其实良性分泌就刚刚我讲的那些原因，如果你是哺乳，当然就是不可能是就是更年期的患者嘛。那如果你是说脑下垂体跟像比方说一些精神科用药，其实那个大概跟年龄比较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啦。了解。好，那我想虽然分泌物刚刚提到绝大部分都是良性哈，只需要观察哈。不过我想很多女性还是会很担心，就释出来就医哦，一定会非常困扰，很难说到不紧张哈。那身为女性医师，我们用个同理心，有没有什么中心的建议？你说真的，如果其实发现有乳头分泌物，大部分其实我会
劝病患还是就诊来给乳房外科医师来评估看看，因为其实如果今天假设它真的不是因为恶性造成的，但是这些良性可能有一些问题是还是可以处理的，所以可能还是需要我们来评估说到底你的造成你会有分泌物的原因是哪一些。对，还是要谨慎一点。对。那从这个进一步谈，从这个分泌物的时间是从偶发的还是持续性，是不是可以当做一个判断异常的标准？如果假设是偶发性的话，通常我们大概会抓，比方说你大概如果只是1-2个礼拜发生，后面都没有再发生，其实或许你可以先观察看看。可是如果像持续性，通常已经超过1个月到甚至3个月，这个其实就是要怀疑是不是一些真的这个就是原因造成的。那像药物啊，或者是一些疾病造成，这个可能都是要去厘清的部分啊。那癌症的部分的话，通常也是跟比较持续性有分泌物比较有相关性。了解。我刚刚医生提到持续3个月，那会不会太久？那个女性朋友应该是很肮脏，对不对？对啊，所以其实大部分有些人他其实一发现马上就来了。对，那当然就是一系列检查，当然就可以去厘清说到底是原因是哪一些东西，而且我们问诊也会问到说药物的使用部分啊，或如果像一些脑下垂体的肿瘤，我们可能会去询问有没有一些神经学的一些症状。了解。这样子比较可以去厘清到底它的原因是什么。是。好。那我们怎么样从这个不同的颜色分泌物来差别，可以来判断是不是异常？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患者会比较有感，就是马上可以给他察觉的嘛。对，因为其实大部分患者来都是跟你说，我的胸罩上面、内衣上面，我可能今天没有，就是像刚才讲的运动流汗，然后但是我就发现有污渍在上面。那其实会需要比较密切注意的话，其实是像咖啡色或者是红色、鲜红色这一类的，因为这一类会跟乳癌比较有相关性。但是刚刚前面其实有提到说，就是乳癌跟分泌物其实大概搞不好不占到1层或2层。那所以大部分就算它是咖啡色或血红色，大部分还是长良性肿瘤啦，就是像纤维囊肿或乳突瘤。是。那如果是像白色的部分，当然撇除今天有正在生小孩，然后正在哺乳的妇女的话，那大部分其实跟药物就比较常见，或者是像脑下垂体肿瘤也比较常见。但是这些其实是可以靠抽血，我们去看所谓的泌乳激素，去看有没有异常，来去判断说有没有可能是这些原因造成的啦。是，那还有一个是透明颜色，听说为什么是跟这个保健食品相关？类似他吃到的是蜂王乳或是荷尔蒙之类的吗？大概跟荷尔蒙有相关的，有可能会有透明的。可是其实像良性肿瘤或者是乳癌，有时候也蛮常见会以透明来表现。所以透明的表现其实就比较跟药物这些比较没有相关，可能跟乳房本身的一些疾病问题比较有相关。所以颜色方面其实是蛮多样的，除了你刚刚提到的颜色之外，对，但是如果跟乳房比较没有相关，大部分其实是乳白色。就是因为乳白色造成的原因，大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药物，或者是像脑下垂体这些肿瘤造成的。是。对。所以如果是乳白色，大概我们可能需要去查原因，但是它的原因通常造成的不太是乳房这边造成的原因。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不同颜色它的气味是不一样，比如说它是。比如刚刚讲咖啡色或血色，它的是比较血腥之类嘛？有从气味上面。其实我觉得好像应该不太有什么味道，因为量其实不会太多，就是可能1滴2滴，但是它可能就是一直持续会有，所以味道应该很难去分辨，除非你说感染才会真的有一些异味了。所以那个不是分辨的一个标准。对。好，那也顺便提一下，让观众朋友知道。好，那我想，如果大力按压乳头才会有分泌物，算是正常嘛？不然一般好像觉得说。乳头分泌物是用就是自发性这样流出来嘛？对，其实通常我们来门诊就医的患者，我们第一个一定会问他说，你是自己挤它才流出来的，还是说你自然就发现它在你胸罩上面就会有一些污渍？了解。通常有问题的比较是自发性自己流出来，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你在挤压乳头的时候，其实你这个用力有可能会摩擦造成乳管里面可能会受伤。那时候微血管就是可能如果它出血，那造成你分泌出来的分泌物是血红色，反而会误判让就是病患会非常焦虑，而且也会让医生没办法判断说你这个血红色到底是自发性流出来，还是因为你蓄意摩擦这些外力造成的一个受伤。所以假设如果今天病人他跟你说，我今天发现有分泌物，但是来就诊的时候是没有的，那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跟他说，那你可能或者先回家先观察。那如果观察你也没有自己去挤它就没有再出来，其实这种偶发性大概就也不一定是会查得到原因。那如果是你今天没有去挤它，结果它后来又再跑出来的话，那这个就可能就比较会有意义了。是。
所以它如果一旦是有分泌物，那有人就一直挤，想说是不是像挤春春豆一样，挤完就没事，这样对吗？不对，不对哦。刚刚就说过，就是我们不建议挤，因为挤的话，其实摩擦就是会出血，会让我们误判了。可是有人说，一般如果性行为或者是他剧烈运动之后有这乳头分泌物，这也算正常吗？剧烈分，其实大概就是说，因为可能或许就是如果你在乳头方面没有做一些外力的一些部分的话，其实如果自然流出来，这个也真的就是要注意了。所以到底它的分泌物严不严重，有没有什么角度在提醒女性朋友注意？可能就是持续性的啊，或者是说它是自发性，不是你蓄意去挤出来的。然后另外的话，单侧或双侧其实都要注意，因为当然如果今天也有可能它意外就是两边都是有乳癌的部分，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病人，所以其实不管是双侧还是单侧，其实都可能还是要注意啦。所以一旦有这个乳头的分泌物，我们应该是哪一科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当然就是要来我们乳房外科啊。对，我们是专业帮你分析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好，那我想乳头的分泌物后，一般医生你们会使用药物来治疗吗？它的效果怎么样？通常乳头有分泌物，就是刚才前面讲，我们当然是一开始要先厘清原因了。那如果原因是像泌乳激素过高，比方说是因为食用药物，或者是说像脑下垂体肿瘤的部分，那这个可能靠药物的部分处理才会比较是有意义的。好，那如果是像乳房本身可能有长一些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肿瘤，基本上这个大概都是可能需要靠开刀的部分去厘清。好，药物大概就帮助其实不太大。因为我刚刚提到这个分泌物到底严不严重其实有很多人说这个单侧或双侧好像是一个观察重点，是吗？单侧跟其实应该说单侧跟双侧不是直接判断的唯一一个标准我们通常还是会颜色跟就是单侧双侧一起去合并看。比方说你今天如果是双侧，但是你双侧如果都是咖啡色、血红色，那这个大概就是一定要担心是不是乳房相关的问题。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双侧，但是是乳白色，这个通常还是跟疾病可能像药物的部分或者是脑下垂体肿瘤这个比较有相关性。那当然任何单侧不管是透明、乳白色还是咖啡色、红色，这个可能都要注意了。所以不管是单侧还是双侧，可能还是由乳房外科医师来帮你判断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药物治疗方面，我们也特别提到说，类似切片的部分是比较重点的部分。药物的话，刚才前面讲是要针对泌乳激素过高，可能才会有一些退乳激素去用了。那像切片，大概都还是比较像是一些侵入性的一些检查。所以如果今天是像切片，一定是我们有发现有问题的病灶，比方说我们今天可能做超音波啊，或者是做乳房摄影，有发现跟这个分泌物可能有怀疑的相关病灶，那可能就需要做进一步的切片，去判定。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特别要介绍这个乳头的分泌物，我想是因为某些比较不正常的分泌物可能潜藏危机那肯医师可以综合先来提一下这个观察的重点吗？第一个，我们可能要看一下分泌物的颜色。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透明、白色、咖啡色、红色，其实这个都是要注意的。那但是跟乳癌比较有相关，或乳房比较有相关，大概就是咖啡色、红色或者是透明，这是比较有相关性的。那你发现有颜色之后，其实大概我们都不太建议病人去做挤压的动作。因为刚才有提到嘛，就是如果你今天去挤压，可能会造成它有一些受伤。那其实我们很难判断你今天流血到底是因为你蓄意去受伤造成的，还是说它自发性就会流出血红色的一些分泌物。那如果其实有相关我刚才讲到这些症状，其实都可以来我们乳房外科的门诊。我们再帮你去分析说到底它有可能它的来源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啦，因为这可能需要靠我们的临床的一些检查，还有一些抽血然后可以去看一下到底来源是什么。就像第一时间我们进行细胞一个检测的话，是不是要花很多时间，让病患回去还要等很久吗？通常我们如果有分泌物，我们通常会做一些细胞的抹片，然后去判断。那这个检查时间通常大概要3到5天。所以这段时间其实也是一个挣扎心理。不过因为我们还是可以排一些，比方说像乳房超音波乳房摄影的检查，所以其实病人在等待报告的同时，其实我们也会排其他检查。那到时候其实就是有点像影像跟细胞学都可以一并做一个统整啦。对，直接减低那个心理上的压力对。好，医生，那我一般这个乳头有分泌的话，会怎么样做进一步的治疗跟检查？刚才前面有讲到，就是通常如果乳房有分泌物，我们会先做细胞的抹片的那个检查。那先看说有没有看到细胞有一些恶性的细胞。那如果今天有看到恶性细胞，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是大概会有一个
大概说，那有可能里面真的是跟乳癌有相关。那只是说这只是猜测，你还是需要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去化验啊。那通常我们会排，比方说像超音波，还有乳房摄影，主要是看有没有怀疑的病灶。那如果假设今天超音波跟乳房摄影都有直接看到直接的病灶的话，那原则上我们会可能可以直接做切片。那切片拿出来的东西可以去做化验，那化验的时间大概就会比细胞抹片时间再拉得更长，比方说可能就要1个礼拜。什么时候可能会动用到这个乳房的这个切除术？乳管的切除术。通常如果假设摄影跟超音波，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到病灶，那当然就直接会去做切片。可是大部分如果今天是良性肿瘤，然后又长得很小颗，其实超音波跟摄影通常是看不太到的。那这时候我们如果看不太到，但是它还是主诉说它有分泌物，那通常我们其实会加做一个所谓的乳管摄影。那乳管摄影顾名思义，它还是跟乳房摄影一样，只是说我们通常检查的是乳管内里面的东西。那我们会打显影剂，从它分泌出来的那个开口打显影剂进去，那这样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乳管内里面的病灶到底在哪里，那由这样子去定位。那如果假设真的有看到乳管内是有长一些肿瘤的话，那大概这个检查其实没办法分辨它是良性还是恶性啊。那我们通常会透过这样的检查，如果发现有病灶，那接下来一样还是回归到我们需要去做切片。但是这样的切片方式其实就变成你可能需要全身麻醉去做这样的一个手术的方式，而不是像刚刚我前面讲的切片，可能你搞不好在门诊就可以做了。所以相对会比较复杂一点。是，所以它所谓切片术都是这个钙化定位吗？还是什么有其他的切片方式？因为通常如果今天超音波看到，大部分就是我可以看到一颗肿瘤。那这样肿瘤我们就切片，就是切片肿瘤的部分。那如果今天去做乳房摄影的话，大部分其实看到如果会跟分泌物有相关，你可能是看到一些钙化点。那如果这些钙化点的话，那原则上我们切片大概就是拿这些钙化点，然后去做化验。所以刚刚提到这个乳管的切除，它有注射这些是有色染剂，会不会有任何影响？基本上大概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对，那是 OK 的。那我们想进一步来谈一下，就是早期预防、早期治疗那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来预防乳癌？其实预防乳癌的部分，应该是说我们希望尽早，如果就算你有乳癌，我们是早期发现，这是目前大概医疗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啦。对。那如果以台湾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蛮鼓励患者的话，当然有问题就是要来乳房外科。那如果今天你没什么问题，但是你又希望有一个定期的追踪的话，我们是比较建议妇女大概就是45岁以上，如果你家里面是没有家族史的话，那原则上是可以做2年1次的乳房摄影。那如果今天是家里面有乳癌的家人的话，那原则上大概我们是建议40岁以上大概就可以开始做乳房摄影，也是2年1次。那像乳房超音波的部分，因为它本身没有什么辐射线的问题啦，所以大概我们会建议大概30岁以上，如果你今天觉得可以配合做检查，大概其实1-2年就可以做1次。那这都是对妇女的一个就是对乳房的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查。有人建议是说超音波跟摄影是要同时进行才会有真的效果。因为乳房摄影跟超音波它本身成像的一些就是机制其实不太一样，对，所以通常其实乳房摄影针对年轻患者，它的准确率其实相对是蛮低的。所以通常为什么我们的乳房摄影是建议在40岁或45岁以上再去做，会相对它的准确率会比较高一点。那如果你今天在这个年龄层以下，你想要做乳房相关的检查，其实是就是单纯做乳房超音波。那如果今天乳房外科医师评估觉得你可能需要一些乳房摄影去协助，我觉得就是请医师再来评估就可以了。了解。那一般来讲，就是建议女生就是自我的乳房检查还是非常重要，规律的检查很重要。对，就是平常其实大概平常女生大概就是可能洗澡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沿着乳晕其实同心圆这样往外。摸这4个象限，然后去做一个检查，看有没有摸到硬块。那基本上大部分硬块其实可能要到1-2公分，我们可能自己才摸得到。对。可是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起码你不要说放到3-4公分、4-5公分，然后才来。起码1-2公分，如果真的有，你也可以赶快来就诊。那通常1-2公分以下的部分，如果你今天摸不太到，其实的确还是要靠影像学
所以其实定期的追踪影像还是比较重要的啦。为什么提到会特别要月经结束1个礼拜才来做这样的检查？因为通常月经结束1个礼拜，大部分女性患者她可能她的乳房相对比较没那么胀。那你这样子摸，如果真的有硬块，你可能会比较明确一点。不然有时候月经来的期间，女生会有一些胀痛的感觉，那其实摸就算有硬块，它不一定会准。对，所以大部分摸的时间点，我们会建议固定，那比较长是建议在月经结束大概1个礼拜的时间。那我们今天谈都是女性的乳头分泌物，那如果一旦男性有这个分泌物，算是正常吗？其实男性分泌物基本上大部分非常非常常见，像我本身几乎没有碰过。几乎没碰过。对，但是男性如果乳房有硬块的话，那基本上大概年龄层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些老人家。那如果真的有，其实也是可能需要来乳房外科，让我们来判断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本身我不知道那个主持人知不知道，像男性乳癌其实比例非常低啦，大概基本上低于1%吧。它大概跟女性乳癌比起来，可能大概有100倍或120倍的一个相差的，所以其实男性乳癌的比例非常非常低，所以男性如果真的因为乳房有相关的问题来就诊，大部分分泌物的比例也是非常低的。那我是突然想到比较特别，就是如果说他是男性女乳症，他会不会特别有状况吗？男性女乳症大部分其实是根据一些乳房以外的疾病造成的，或者是药物，就反而不是在这个。跟乳癌其实比较没有什么相关性，对，所以他们当然我们会有这群，我们其实会来乳房外科的男性患者，大部分都是男性乳症居多啦，对，但是这个大概都是跟乳癌比较没有什么直接相关。好，那我刚刚谈到就是这些，比如说定期的筛检在预防哈。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生活方式上面，在饮食习惯或者在运动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建议，跟我们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其实我觉得针对乳癌本身，大概没有在饮食或者是其他一些生活方式有直接针对乳癌的部分，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乳癌啊或肺癌，其他任何大肠癌，其实还是建议民众就是要均衡的饮食啦，然后也要就是定期要去运动。那如果是担心乳癌的部分，那妇女们当然就是需要有一个定期的一个追踪，比方说像影像学的检查。那国健局其实有提供给民众，就是40岁跟45岁以上2年做一次的乳房摄影，这个其实很希望民众就是多鼓励民众去做这些检查，因为这个也是免费的，而且对相对这些妇女也是有帮助的。我印象当中就是比如说类似减肥的部分，或是跳开这些这些脂肪这些诱惑，好像也是对这个癌症上面非常相关，对不对？对啊，其实大概就是如果真的我们担心癌症，都会跟大家说，就是尽量少油啦。少油，然后少盐，然后就尽量吃东西可能清淡一点。但是我相信大家很多民众还是会被一些什么咸酥鸡那些诱惑，但就偶尔吃一吃就好了啦。是，对。那像那个女性来喂母乳，是不是对这个降低这个乳癌的风险有一些相关的帮助？基本上的话，喂母乳这件事情的话，大概没有真的所谓降低就是乳癌的部分啦。对，但只是说，你在喂母乳是，反正刚才你提到，就是喂母乳有些他可能小朋友不小心咬破皮了，结果流血啊，我们这次也是其中一个，因为乳头分泌物的患者会担心，然后来就诊的问题。但是他这个不一定会跟乳癌有什么直接相关性。是。那像当然戒烟啊、戒槟榔、戒酒那个是一定要的。那像类似比较新鲜的蔬果那个量的部分，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建议？新鲜蔬果，基本上我还是建议，如果真的是担心有没有可能乳房会致癌的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女性需要定期做就是影像学的追踪。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像荷尔蒙相关的一些保健食品，或者是比方说有一些妇女可能在更年期，妇产科医师会开给她一些就是比方说荷尔蒙补充的一些，去预防她更年期的症状太明显的话，像这类东西就是不是不能吃，但是你吃的话，你可能就需要一个定期追踪。就是希望定期的一个乳房超音波或乳房摄影，可以去看说这些荷尔蒙的一些药物是不是有让她乳房的一些肿瘤有产生一些病变，这个反而是要注意的。我觉得很多女性她特别是比较年轻一点哈，刚刚提到会有降低这个
这个年龄的风险，年龄层下降哦。那有些人就是喜欢去上夜店或者什么，就是玩到通宵那种，对这个睡眠的部分，对于女性这个乳癌部分的风险是不是也会逐渐降低？其实应该癌症，应该老实说，就是你就是需要就是比方说要早睡早起啊，均衡饮食啊，然后也要定期去运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生活方式啦。就不用说刻意说啊，其实这些东西其实算是一个疏解身心的压力。有些人觉得说他要这样，他才会会比较舒缓一点。对，但是就偶尔就好了嘛。那个心理的压力或者是这些，会不会也是造成一个疾病的原因？对，其实心里面压力当然有可能就是也会造成一些癌症，有可能是造成它的风险的原因，但是不是主要原因啦。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回归说，就是刚才讲的，就是饮食啊、运动啊，这还是比较需要去注意的啦。是。好，医生，其实我们今天谈的是乳头分泌物。那如果发现这个乳头有凹陷、变形，或者说你的这个月经一直不规则的话，我们会做一个什么样的观察？因为刚才前面其实有提到说，乳头分泌物它本身大概顶多1层到2层有可能跟乳癌有相关性。对。那除了分泌物这件事情，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可以去区别说它是不是更有机会有可能是乳癌？好，那其实就是我可能会建议病人，你可能可以做一些自我检查，包括你可以看一下你的乳房在触摸的时候是不是有摸到很明显的硬块，好，然后而且你压那个硬块，它就瞬间就会有分泌物流出来，好，那或者是说，如果真的像乳头有凹陷，或者是说你的硬块的附近也是有凹陷，其实这都是比较高风险，有可能是因为乳癌造成你有分泌物，好，那甚至就是像皮肤的部分，有时候我们会说所谓的皮肤有橘皮状。那个其实也是因为可能肿瘤长得很大颗，压迫到附近的淋巴循环，那造成的一个结果。所以如果今天皮肤有一些异常的状况，或者是凹陷啊，或者是硬块，其实这个都是可能需要在更早尽早来就诊，去检查说是不是真的有跟乳癌有相关性啊。那至于你刚才讲的月经不规则，那个其实大概就比较跟乳癌，老实说比较没有什么直接相关性。但是月经不规则，妇女其实应该还是需要去妇产科那边就诊。检查一下，看是不是真的子宫内膜啊，是不是有一些异常，还是单纯只是荷尔蒙引发的一些就是不规律而已。如果在合并这个分泌的量大的话，可能就更有危机，对不对？对，如果量多的话，然后而且又是刚才讲的咖啡色，然后红色、透明，这个就更要注意了啦。是，对。好，那我们今天谈这个乳头分泌物，主要是要告诉女性朋友，其实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哈。那当然当中，如果乳癌风险比较高的是血色的分泌物，但如果不是血色的分泌物，也不能够掉以轻心。特别是呢，分泌物如果持续超过3个月，就要找医师检查就对了。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医师的分享，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祝你平安，再会。